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主题叫做时代征兆，福音的契机。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去年底到上个月我们把征服人生的整个约书亚记做一个学习当然没有办法每一段落每一个节都说，但是我们只要分4个部分。那我们简单来回顾，就是说，我们是希望透过《征服人生》这本书，还有《约书亚记》从头到尾，我们学习约书亚他们怎么样在神的带领之下，面对要过约旦河，在旷野进入迦南地整个的挑战，还包括对敌人，还有内部自己的整合团结。那这些是一个群体，一个以色列百姓的面对的事情。不过我们是从整部的约书亚记来映照我们每一个人个人我们的人生。那换句话说，我们的人生就很像约书亚带领百姓要过约旦河，要面对迦南地的挑战，要面对整个族群彼此的整合。因为我们本身就像在走旷野，我们本身就是在过迦南地过约旦河，要在迦南地怎么样面对所有的挑战。当你从整本的约书亚记得到启发之后，我们相信你可以从里面得到振奋跟力量，从主的同在主耶和华为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情，就成为他为你所做的事情。那在下半年呢，7月开始了，牧师希望又回到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主题跟架构，就是我们透过信息来分享给大家，主要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追求传福音，神给我们一个使命跟命定，我们怎样回应主的呼召。在你的周遭，你的朋友，你的亲朋好友当中，你怎么样把这个最棒的属灵生命改变的信息能够传给他？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一起努力，一起来同心来追求的。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怎么样呼召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整个门徒的建造。因为一个教会它的强弱不在于有牧师多厉害，所以这一个教会里面有一群同心合力要为神服侍的一群同工，一群神的门徒。那另外我们也希望透过更多的激励，大家愿意被神所用。就是这些门徒你要进入到什么样呢？不是只有事物上的服侍，不是事物上的服侍，是要进入到整个生命的服侍。生命的服侍就是你要把你的生命影响更多的人，用神给你的呼召来牧养更多我们教会的百姓。那在生命的牧养当中，你会更成长，你会得到更多的祝福。所以呢，今天我整一个开题就对了就是说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这个主题，叫做时代征兆，福音的契机。我们刚刚读了2段经文2段经文，一段是马太福音24章32到35节，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在16章。那这2段经文都有一个共同的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征兆的问题，一个现象大家怎么样抓住那个现象所以呢我们等下经文会复习。主耶稣在这2段经文里面一个共同的一个焦点，就是说他要百姓去面对时代变化的征兆。征兆的意思有一些些微的现象，那现象越来越明显大家赶快要抓住它。但是在耶稣讲这些预言之前呢，他是在宣告说神的日子要到了，人子要来了，你们要面对整个大自然的反应跟挑战，你要看见这个契机，你要看见这个反应，你要看见这个现象，你要赶快做准备，你要有警醒。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始那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4章32到35节，这样耶稣
谈到要对无花果树来做学习。无花果，那这个比喻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嘛。你知道，在中东那个地方，无花果大概就是他们平常非常常见的常见的一些果树。如果在台湾呢，大概就现在芒果树很多了，对不对？现在什么龙眼呐，我们现在台湾呢四季都有水果。耶稣就用他们最习惯看见的一个自然现象，来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看来是一个比喻，它引起他们的兴趣，很能理解同心。但是实际上，主耶稣是要给他们一个警告，一个提醒，警醒的警告。什么警醒的警告呢？他在要他们对无花果树来做学习之前呢，在前段经文，就是说刚刚我们读了24章的前面29到31节，他是这样宣告说：末日那一天要到了，人子将要来临了。那这个是跟果树差那么多，对不对？果树是我们常常看见的啊。那前不久台风要来的时候，我们很多农人很辛苦啊，就是说糟糕怎么办？那个水果还没成熟，但是不把它摘下来风来也是损失了。哇，很多人就会看这个现象，马上做处理因应。但耶稣在讲说，你们对大自然的反应很快，但是呢，对神的日子，你都这样子漫不经心的，没有任何的感动，没有任何的刺激，没有任何的一个警醒。所以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这样说，他说：那些灾难的日子一过去，太阳就要变黑，月亮不要再发光，星星从天上坠落，太空的系统也要摇动。那不得了，这个情况我们根本不可能去体会会发生这种现象。我不知道前几天不久前，我们在一个晚上突然间，我们台南市大震动，空空，大家以为要逃难了他没想到来不及反应，已经停掉了。原来我们在永康那个地方发生了五级的地震，5级的地震，听说有那个水塔倒下来了。你会发现说，一个小小的一个大地的震动，大自然反应，我们都会产生很大的恐慌。耶稣讲的这个不知道大好几百倍、几千倍啊！我们也知道说，这大自然的反应呢，如果不发生在我们身上，你大概只是说关心一下、了解一下。这一次呢，玛利亚台风要来，哇！全台湾的那个气象报告一直在提醒说怎么样，什么超级台风啦，要来，大家要防备。也没想到要来之前那个晚上，听说那个轨迹就往北移了，哇，就从台北扫过去了，哇，就在吵闹说你们台北要放假不放假，你们新北要不要放假？在吵这个。如果真的台风来了，大家就不晓得怎么吵了。那大概可能会觉得很庆幸说，还好上帝眷顾台湾台湾都有惊无险。但是你知道，一偏北，哇，往中国去了，整个福建哇不得了这个狂风暴雨很多损失了。那更早前那个台风扫到日本去不得了，好几百个100-200个人损失的。日本是防灾是最精密的一个国家，你看它的灾害多大。但是你只能说看那个影像，你心里面产生关怀，因为没有发生在我身上。问题是耶稣讲的这个，太阳要变黑，月亮不再发光，星星从天上掉落，太空系统都动摇，请问你逃得了吗？你什么地方躲呢？没有来你这边就没事了吗？是全世界整个地球都变动了。那耶稣在讲这个可怕的日子来临之前，我们要预备。他这么说，在那个时候你已经来不及应变了，因为人不可能逃了。但是人子要来临的时候，是耶稣要来的时候。那他说，那时候人子来临的记号要在天际出现，地上万族万民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充满着能力和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好了，我们都不希望会碰到这个现象，但是你知道那个现象你紧张哭喊都来不及因为你要准备预备心，要面对神的审判，人子来，你是不是预备好
要迎接神，因为你不可能逃。我们知道有时候在一个人的群体当中，一点点小小的惊动都可能产生很大的灾难。前不久呢，台北的捷运发生一只老鼠在跑，你看好几百人冲来冲去啊，整个捷运的车厢都是鞋子啊，因为大家被前面那一些可能一些伤害症结事件吓惨了。哪一只老鼠一喊，大家都狂奔。你想想看，整个大自然大变动，你哪里哭喊？那主耶稣不是要吓各位，而是主说，在那个时候，人子来的时候，变成那一个整个大地的改变，要变成谁是被拯救的，谁能够荣耀被迎接神，来转变到一个新的身份。神子来不是要毁灭，而是要拯救。那谁是被拯救的？就是主耶稣在给我们提醒，他说号角的声音要大响，他要差遣天使到天涯海角，从世界的这一头到世界的那一头，召集他所拣选的子民。大变动了，没有人能够逃得过。但是有被神拣选的子民，是在主耶稣的保护之下，是被拣选的，是所有的一个危机当中，你是被保护的。那我们要等到那个时候，谁是被拣选的？你有没有确保你是被神所召集的选民呢？那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时机，因为在圣经里面还讲了一句，他说：“当福音遍传各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全民都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就神要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一个连带的关系的，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有没有警醒，把福音传给所需要的人。那主耶稣在讲这些日子来临的时候，有大灾难，说马上会被出现。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话哈。那耶稣借着上述的现象在提醒，要预备好，因为那个时候来，你不能说像预备台风要来，我们准备好了过了再来收拾了，不是，是已经没有下一次了，就随时要预备好，迎接人子再临的时刻。那也要印证上帝他应许的实现。所以在这个耶稣讲这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之后，他说反正没发生就没事嘛，对不对？那耶稣说，你们要看无花果树，你要看天气怎么样给你这个信号，你有人生的体验，有这样的经验，你就知道怎么应变。那记得属灵的信仰的，你也要用这一种观念去面对所以呢，马太福音16章3节就讲有这样说，天会有风雨，因为你看见天色暗红了，有变化。那我们体验久了就知道说，这个云在变化，云系在变化，知道天气就有变化。早期呢我们台湾的前辈呢，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很好的气象预报系统，他们很会观天色看云的变动，什么云会下雨不下雨，什么云来明天会大太阳热得不得了，什么时候要赶快收拾，因为时间要到了。耶稣就是用人最普遍的面对大自然现象，要告诉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你要面对警醒。马太福音16章23节，耶稣说，傍晚你们说明天一定会是晴天，因为天边有红霞；早晨你们说今天会有风雨，因为天色暗红。什么意思呢？耶稣说，这你们都知道你们都了解不用我告诉你，因为你已经明确的有这种经验了。好，他说，耶稣说，借着观察天象，耶稣借着观察天象，这个预言教导了这一群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怎么说呢？你们很会观察天色，气象怎么变化你们都知道，但却不会洞察这个时代的征兆。换句话说，天天碰到的事情，你非常的敏锐的反应，但是在属灵的这个方面，在灵界的这个方面，在整个信仰的变化这个方面，你们却是迟钝的，因为你们会观察天色，但是不会观察这个时代的征兆。
那基督徒就是要从耶稣所教导的这些经文当中去了解说，那我会看云，我会看无花果，但是我会不会看人的心的改变？这社会人心的变动，这个社会的氛围就是云呐、社会的变动就是无花果啊！你怎么样看见那个兆头？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要的。啊，上个礼拜牧师回到澎湖了哈，七美，因为有那个主日要交换讲台，那罗牧师在我们这里。啊，我要出发前呢，就听到说台风又要来了。啊，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点侥幸说，哎，这个台风应该我回去哈，应该还没到吧？那时候就很安心回家了。啊，没想到礼拜五、礼拜六，他说哇，这个是超级台风，要小心啦哈！啊，大家要防备啦。但是往北部去，我想说还有一个人侥幸说，应该我要主日礼拜要讲道啊，不能提早走啊，至少礼拜完再走还可以吧？那没想到礼拜结束了，大家急着要离开了，因为他说台风要到了，小心，因为我们在台湾本地不知道啊，在澎湖啊，他台风要来之前，飞机也不开了，船也不开了，啊，你即使呢有飞机票也没用。果然呢，我本来是订了礼拜二的票，礼拜二要回来的票，他提前一天就给你简讯说对不起，因为这个台风要来啊，所以飞机停飞了啊，说你要自己看着办，他也不管你了，反正他说我奉命停飞哈。那所以我只好赶快提早一天，礼拜一啊就到那个机场啊，那个澎湖的小飞机啊，才搭18个人了，哇！赶快一早就开门的就去登记，因为要候补啊。一开门大家抢着跑出去签名，我签20号，人家已经买票的有20个位置，啊你还等了20个，你想说大概不可能啊，不可能全部人都不飞啊，换你们飞啊，啊，所以就知道说啊飞机搭不成了，啊赶快中午啊有那个马公下来的船要回程，啊就12点半，赶快跑去搭船。那时候天气还很好啊，你根本不知道忙什么，反正大家觉得说哪里有台风，那赶快搭船上马公，都很顺利哦。啊2点半到马公了，马上搭计程车赶到飞机场，哇，想说哇时间哦赶得很快哦哈，2点多到晚上的飞机班每一班都把它排候补，啊一定会搭到一班的，啊没想到哈，到那边整个马公的机场全部都是旅客，大家都推着行李大小包的在那边等，因为呢澎湖那边常常受天候影响，飞机的班次容易变动，所以他们后来做一个其他机场没有的措施，就是一个叫做联合候补啊，联合候补的那个电脑啊，你要去那边啊，身份证哈，被他扫描一下，填上你的名字，然后就把你的名字放在里面，那就开始排序了。好啦，你要到台北的就开始排，到台中的开始排啊，台南的、高雄的，那高雄跟台北是最多的，因为班机很多。我想说啊，一排哇，牧师的号码是119啊，119啊，怎么排啊？119是100多个人呢，他在那边开始做了，从2点做到晚餐也不得吃了，到7-11里面买一个热的喝一下，再等。那时候已经预备好说啊，那好了就算了啦，反正谢牧师告诉我说，你就在那边度假吧，不用回来。我想说不是度假的问题，因为你有一个台风要来，你的感觉就不像度假了，你心里面会有点着急嘛哈。那有时候台风一来，真的是登陆的话，有时候要整个礼拜都不能动，那会你即使后来有飞机了，都被人家排班排完了，你回不来，所以就继续等。感谢主了，就是说回来台南最后一班是5点多。他开始叫号，叫到剩2号，哇，满了，对不起，没有飞机啊，他就改来再等高雄的。那因为我们一个同伴是长老，他的一个孙女受伤了，要赶过来去看他，我就跟他讲说，如果等一下排班候补只有1个，你就先搭了，我就留下来。
因为在马公那边很多教会可以去找他们哈，去访问那些牧师，你先过去。感谢主，真的哈，一直等到晚上9点45是最后一班的，哇！可能有一些人就已经回家了所以他就跳号整排的一排有10几个有没有人在这边的？没有，好，下一个要过号了，到最后竟然叫到我跟那个长老的名字，我说感谢主，如果回家了已经把旅馆订好了啦感谢主就很顺利搭了9点45是搭到高雄，然后搭最后一班火车，然后回到台南已经隔天了凌晨了。不过这种经验对澎湖人来讲是很习惯的啦，不然一般人会很紧张，说怎么办哈？那我们都好整以暇就对了，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留下来就这种情况。那台风一来，因为整个澎湖它没有什么高的山或是那个房子遮住，所以很容易看到天象，那些云彩变化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台风要来所以刚好在等台风之前呢，牧师就拍了好几张照片，有的是我们的同伴同学拍的了那个云彩就开始变化，因为这些多变的云彩就会跟着云系，让你知道说天象要改变了。那我们在早晨的时候会拍到那个早晨的太阳那个云层都很密布了，因为在台湾的这个部分是台风先来嘛那这个是云彩非常的漂亮越天象越恶劣云彩越漂亮，很奇怪。那这个是一个专家拍的，是我们七美的一个山上拍的整个云层照得很低你看中间有一个云瀑在那边呢，只要在下大雨的情况整个都乌黑了。那在之前的一个傍晚呢，牧师特别跑到西边，要太阳西下的时候照看到底有没有夕阳拍的时候夕阳要下海的时候，整个已经雾都遮起来了，看不到圆圆的太阳。不过看到哇，天空那个云被照的一片的一个阳光你看起来很漂亮，那你知道有经验的人知道说小心，因为台风要到了这个是当时的那个云彩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云彩虽然漂亮，但后面藏了危机，因为暴风要来了。所以当时在牧师的这个老家前面，那个南边的云系就是这样子就整个云都已经遮盖过来，因为台风要来的征兆。那从这些云，我们本地人知道说你要预备了，要么就赶快离开，要么就好好守住你的家，因为台风会来。不过这一次还好了，台风没有完全来打到这里，不过在中国大陆非常严重那耶稣就是用这种我们平常生活上常常碰到的经验，要跟我们查明时代的征兆。马太福音24章32节，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花嫩长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耶稣把这个最普遍的现象，讲一个最经验的事情，让你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那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是中东那个地方最普遍的一种树一种水果，就像我们台湾呢四季有不同的水果，现在吃很多芒果再来可能有很多不同季的水果出来。耶稣跟他们讲说，无花果你们看得很清楚，你们了解它怎么变化，因为当有绿叶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夏天到了，因为无花果可能是夏天的时候在生长的，那春天的时候就开始发嫩芽这个是它无花果长出来的样子了那当等它成熟的时候呢，会变红，而且呢会爆开里面很多小小的籽，对不对？我们现在台湾也有很多人喜欢种这个无花果以前好像看不到，现在都看得到。而且呢，大家平常吃的都是已经做好的干的无花果的干吃起来甜甜的味道很不错。那耶稣用他们最平常最习惯看到的无花果，
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比喻哦。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就是说，人能从植物的生长情况看出时令的改变，也从生活上我们所周遭社会发生的事情看出上帝对我们的提醒。那就是主耶稣在这2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学习了哈。那我们在生活上，在今日的世代，在这个急剧变动的社会，我们到底能洞察时代什么征兆呢？那就耶稣讲说，看无花果很快，看天上的云很快，那你记得看这个社会的征兆，你要有属灵的敏锐的眼光才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要时时准备好，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警醒来面对，站稳不动摇。那这个是主耶稣在这些事上给我们的一个学习哈。那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呢，16章1到4节讲耶稣在讲他们这些撒都该人要害耶稣，要叫他做神迹。耶稣说哈，不用看啦，你们看天象变化，你要知道神是这个大自然的掌管者。你们看那么多神迹，如果心不敢动，再多的神迹都没用。所以耶稣才会讲说，越南的神迹哈，你们都不信了，还信什么？换句话说，你看了有感动有感受，那比你看了好多次还有用。有人就是学不乖啊，老是碰到啊，下一次又碰到，又重新要学习啦。但有人是看别人的事情就知道自己的事，那这个才是有智慧啊。对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时代的这个氛围是适合我们要准备心要传福音？就像看到无花果在变化了，看到云在变化了。我们台湾的社会，你要面对整个社会氛围的改变，这个在大变动的时代，我们怎么样看见这个现象？我们要准备福音初级啊。那这个变动我们都很理解，我把它整合，大概有这些了。我们知道台湾的政治还是那么的一个不稳定的当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意识形态差很大啊，常常会在这边很多的争吵。那我们产业变化啊非常剧烈，青年人呢低薪呢、失业啦、出走海外的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甚至看到族群的互动很不稳定。什么叫族群呢？我们有不同的族群，现在又加上了什么？加上我们说的新住民。那大家在文化、在语言、在彼此的观念上又产生磨合的困难，还加上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少子化、高龄化、社会人口分布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隐藏在社会里面的变动的一个因子啦。那我们看到贫富差距也加大了，阶级出现了对立啊。不是所谓的贵族或是平民呢，是经济强势跟弱势的对立。所以你发现说，台湾处在2个不同的世界。你看到那些我们所谓的富二代，对不对？我们是什么小开啦，就专门开那个高级车、高级的进口车，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游山玩水，他们在追女朋友。有时候K 一下要修理要100万，有时候撞一下，看他还笑笑的说没事情了，因为这些高级车上千万的车，在他们眼中看是一个玩具。那你会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台湾的整个经济的一个分配高度的不平均，赚钱的工具掌握在少数人手上，所以他们的增加是翻倍的。那平常我们平民百姓一天要多少工资？你都要很难增加一点点。那这是我们台湾一个隐藏的一个危机啊。还有，我们就更知道台湾处在一个国际外交、经济贸易对抗，还有区域和平情势演变的时代。所以，大到国家的安全区域的一个和平，在我们内部整个社会的平稳，感谢主，还好我们台湾没有那个宗教的对立啊，有宗教对立那就更不得了。所以曾经有人讲说，台湾大家平常都很温和啦，只要不谈政治，对不对？不谈那个族群的话，大家在一起很快乐，对不对？那我们有我们的优点，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困难。那
我们在面对这样的环境之中，人心是没有办法很安定的。所以，当面对这个无法掌握的前景的时候，我们知道信仰就是最重要的。因为你靠外在的才能、外在的名声、地位、势力、钱财，不能解决所有事情的时候，唯一让你感到稳定的就是信仰。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好像碰风讲大话，是因为我们自己领受到说，在这个最变动的社会当中，信仰才是你最根基的力量。所以呢，当有信仰的时候，你就会克服一切挑战所带来的焦虑、烦忧，你会稳定你的身心，你会冷静面对一切的挑战，你会勇敢突破当前的困境。我们常常在讲说，基督徒你就存在这个社会里面，社会有什么好的你也好啊，不好的你也不好啊，那你怎么跟一般人有差别呢？差别是你内心，因为你自己很笃定，有神的带领，你会超越这些困境。那基督徒就是要掌握到这个别人没有的，那而且不止别人没有，我要把有的分享给我的最爱的亲人、我的邻居、我的同事。所以呢，掌握这个福音的契机，就是在这个变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人心最需要这个平安的福音，不是外在平安哦，是内心的平安。所以每个基督徒，牧师鼓励大家，我们要看见这个时代的变化，掌握传福音的契机，将福音传给外面，很多人得到。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最近这个年代，很多时代的征兆，我们看到社会普遍教会复兴的现象。我记得在1-2个礼拜前，曾经在后甲教会分享给一群我们第一小区的长子，我说我们要赶快把握这个时机，因为这个教会这个复兴的现象已经临到你面前了，你还不感动吗？我把这一段小小的分享给大家。就在1980年代的时候开始到现在，全世界至少有3个爆炸性教会复兴的现象。爆炸性复兴是整体的，不是单独一间教会啊，是整个地区呀。其中一个是非洲，非洲的独立教会非比寻常的增长。早期是宣教师从英国、从法国、从一些那个欧洲的国家传福音过去设立的，我们说教派的教会，有成长没错，但是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稳定。但没想到本地的黑人自己所成立的独立教会，他们的成长是好像果树银花一样，一直爆，一直增长。那甚至有我们欧洲的一个叫非洲使徒的，到非洲去传福音，他们的场地不可能在体育馆里面，因为几十万甚至100万的人聚集在一个大大的旷野里面，就在那边听福音，接受主耶稣。那我曾经看到他们在讲说，那么多人信耶稣啊，那受洗怎么办？洗礼怎么办？一个一个洗还来得及啊？来不及。他们竟然去请那个救火车把那个水龙头一打开全部用洒的，因为洗礼一个一个来不及啊。那个洗礼的牧师就上面宣告完，要用那个救火车的水喷洒。那这种现象，我们以前不可能碰到，在这几十年来都碰到了。中国的家庭教会，它的成长让人家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像牧师要做正规的神学教育出来的牧师他们都没有。信主之后训练3个月就去传福音了，竟然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一个一个盖。他们不是一个正规外在的教堂，是在家庭里面隐藏的。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台湾的基督徒到大陆去开工厂啦、开公司啦，平常是一个正常的工厂跟公司，但是休息时间、晚上的时间，他们就开始做礼拜，员工就是他的会友。一间间教堂在开设，而且这些到中国去开工厂、开公司的都不是牧师，都不是经过神学训练的，他就是被领受了，牧师给他宣告说：“我差派你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他就真的去了，带领信主的比一个牧师还多。
那你就想说啊，难道训练不重要吗？不是训练不重要，是圣灵在动工。你一旦愿意被神所用，福音就传开了。所以呢，有人在这样子做一个预测，他说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有一天可能会被改变，那可能不是美国的航空母舰，也可能不是什么武力，是基督徒、基督的福音要改变。因为当这一群中国的领导者他信耶稣之后，他整个社会要被改变。所以台湾很多宣教师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他们是想说，我们不是反攻大陆，我们是用福音传回中国。那这个是很多人在为这件事情祷告。那还有在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他们也叫草根教会，都是本地人自己创设的教派，不是原来欧洲这些传统的宗派，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所以很多观察家都在了解这件事情，知道说这个时代的征兆，以前人对基督教排斥的，现在慢慢接受了。当然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台湾呢，在2000年以后，教会也迅速的增长。长老教会在迎接2000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一个21世纪新台湾宣教运动，推动了很多改革，很多教会都配合这样，所以长老教会也跟着在复兴。社教15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推动一个101的新贝加宣教运动。我们台湾呢，教派慢慢融合在一起了，我们叫做后教派时代。虽然在外表上你是信义会卫理会你是这个浸信会，但其实我们在主里面都不分的，只是体制上大家各自努力，但是一起合作推动事工。我们最标杆性的活动就是推动了2000年福音运动。后来我们在地方的宗会、教会都有一些牧者，都是他们超宗派来做城市连结的宣教。那最主要的现象是怎么样？是圣灵在工作。以前我们可能会听到说哪一个教派他们祷告很大声有圣灵充满有那个方言现在全部的教派没有人排斥了，因为圣灵的浪潮已经遮盖了全部的各地教会，连我们长老教会，大家很多弟兄姐妹，大家不再觉得那个是奇奇怪怪的，或是说好像是异端，不是，是因为知道圣灵的力量在运行。所以呢，从这20年来，台湾的敬拜赞美一起开始崛起了。我们长老教会以前我记得有国语礼拜的，少数再少数。像台南的话，就在南门教会，因为他们有一个国语礼拜堂。其他的教会完全都是台语的。牧师你不会讲台语，你就不要想当牧师不过很奇怪，最近这20年来，我们长老教会纷纷用国语做礼拜。牧师如果以前要现在用国语讲道，大概就不敢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国语讲道的经验，连读那个和合本的圣经都读得不顺。那现在变成每一个台语的教会，特别在都市里面成长，就是特别国语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是我们富强教会设立了华语礼拜之后你加进来的。那这个是我们长老教会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还有多样化跟热烈的祷告运动，祈祷山，大家到祈祷山经历很多圣灵的动作，还有呢有很多医治跟赶鬼都在那边发生了。所以呢，以前我们觉得传福音好像跟外界就是格格不入，但是现在呢，台湾的很多教会它的成长是爆炸性的，因为台湾的大城市1000人以上的教会已经72间，我看现在这个数据可能更多，就1000人以上的教会，以前1、2间就不得了，现在是各地的城市都是1000人以上的教会很多。还有基督徒人口不含天主教，现在高达140几万、150万，特别在都市里面兴起的更多。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说，长老教会是全台湾最大的宗派，对不对？但我们算一算，每一年做教士统计，长老教会大概顶多20几万，还不到30万门槛。你看146万的基督徒，现在
长老教会其实是已经变成什么？变成少数了，那是非常大的改变。虽然我们整个教派来算是比较大，没错，因为这些1000人的教会很多是独立教会，所以他们没有什么教派联合起来算嘛，所以长老教会20几万还算是最大的宗派，但其实占整个基督徒的人口，长老教会的人数已经只有1/5啊。那这些改变都是在最近20年间发生的。基督徒的人口已经达到6.53%，甚至有的都市啊，我之前印象，像台北市有10%，10%是基督徒，台南市可能比6.3%更多，高雄还有台东县，台东县为什么人多呢？因为很多原住民，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台东的基督徒的人口的比例也很高。那你看到这些现象，我们在座如果是比较中老年人，你会想说，以前传福音很困难呢，哇，你要表明基督徒的身份都很困难。不过现在不是，勇敢的表达你是基督徒，你是个蒙恩的百姓，你把福音传给别人，他会觉得说啊，你好棒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因为圣灵在工作，不是以前我们的前辈不努力，他们也是兢兢业业努力，但是神的动工来了，神的浪潮来了，所以最后牧师要鼓励大家，在这个时机契机来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装备自己，勇敢为主发声传福音。那我们台湾呢，有各种不同的事工在进行比如说圣灵运动，在不分宗派，有那些内在医治的经历神营会。我们台湾很多教会到韩国、到新加坡去学习小组教会的热潮，这些都是我们看见以前很少看到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小组化运动也在各地增长了，门徒培训，哇，大家愿意被学习。我们刚刚谈到说，我们在7月23号呢、24号，我们弟兄姐妹有20几个要到高雄去参加幸福小组的研习会。我们曾经提起过，福气教会他们推动这个事工，去年就1000人受洗，那是不得了的数字。而且不只是这样，特别是南台湾很多教会都愿意学习，说怎么样透过小组来传福音。我们教会在前几个月就办了一次，有10位来受洗啊。就神在动工，只要你愿意被神所用，你愿意踏出这一步，就开始结果子了，就开始有收割了。所以呢，福气教会很有勇气准备在7月24号举办一个1万人的研习会。这1万人还不是请游览车免费载你来的或者说邀请客照派你要一个基本人数，要派人来参加的。我们长老会以前常常在办理那个联合聚会的时候，都要分配你们台南中会要派多少人来，不然的话会变成都没有人了。他这次不是一个人要交2500，但是大家愿意来，因为知道神在我身上那么大的恩典，我不传福音可以吗？我坐在那边空等可以吗？所以大家愿意被造就、被装备。我也曾经提过，有的从澳洲来，有的从美国来，有的甚至从西班牙来。为什么？因为那边有一些华侨在那边传福音，借着幸福小组，很多西班牙的华侨信主，那他们这一次都要齐聚在这个福气教会，在那个巨蛋参加研习。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鼓励全体的弟兄姐妹，大家掌握这个时代的征兆，福音的契机来了。我们的教会，你要传福音，好啊，很好啊，但是你要被装备，你要被造就，你要被组织，你要被动员，你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没有的话，人家在进步，人家在增长，我们还是坐在那边没有什么改变。那期待我们激发传福音的热潮，我们能够透过小组的事工，也培养传福音的使命感还有热忱。感谢主，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领受属天的大使命，来成全祝福众教会。那这是我们在一系列鼓励大家参与这样的造就栽培教会建造的时候牧师透过耶稣所讲的一个天气的征兆，无花果的征兆，看见神要把福音的果子赐给我们，我们预备好了没？这个福音的契机，要看到这个征兆已经来了。